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上一個禮拜係將臨期嘅第一個主日，所以上個禮拜我哋聽到經文係話，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呢啲都係主耶穌再次降臨前嘅徵兆同埋改變。如果上個禮拜嘅福音揭示咗降臨係一個必然改變嘅時候，咁呢一周嘅福音就係揭示咗降臨期係一個曠野嘅時期。今日嘅福音帶我哋去到曠野，並唔係偶然。我哋將會同施洗約翰相遇，亦都唔係偶然。所以今日嘅經文係馬可福音第1章1到8節。題目就係曠野呼聲。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之後嚟到曠野，儘管喺曠野可能面臨好多艱難，但係咁都係為咗要進入應許之地要做嘅準備。主耶穌受洗之後，同時都係去咗曠野，佢係為佢嘅福音事工所要做嘅準備。喺今日嘅福音裏邊，施洗約翰出現喺曠野，係幫助成個猶太同埋耶路撒冷所有嘅人，係為一位能力更強大嘅人嘅到嚟做好準備。呢個就係曠野時期嘅作用，佢係為主預備道路嘅地方。對上帝嘅子民嚟講，喺曠野度過嘅時光，好似係一個常態。當年以色列人徘徊喺曠野長達40年，與其話曠野係流放或者係懲罰嘅地方，不如話係一個自我省察嘅地方。我哋如果同當日以色列人同樣咁喺曠野漂流，我諗最終發現我哋係唔能夠靠自己過一個自給自足嘅生活，除咗求助於一個能力更強大嘅人之外，我哋係別無選擇。咁邊個係能力最強大嘅人呢？喺今日開頭嘅經文裏邊就揾到一個肯定嘅答案，就係耶穌係基督，上帝嘅兒子。第一節經文話，上帝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起頭。大家仲記唔記得有一次門徒喺目睹耶穌喺海上平息咗一場危險嘅風暴之後，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浪也聽從他呢？呢個亦都係馬可喺佢個福音書裏邊首先要解答嘅同一個問題。拿撒勒人耶穌係邊個？當時嘅門徒就分別咁講啦。有人話你係耶利米，有人話你係先知，有人話你係施洗約翰。耶穌就話：你們說我是誰？喺呢個福音書嘅中間，我哋會喺門徒彼得嘅認信裏邊再次聽到佢話：你是基督。喺呢個福音書嘅結尾，我哋都會聽到一位羅馬嘅百夫長嘅口裏邊對十字架上面嘅耶穌話：這人真是上帝嘅兒子。所以馬可喺呢節經文之後，後面所寫嘅一切都將解釋耶穌係基督，上帝嘅兒子呢一個好消息。馬可總結咗舊約聖經裏邊3個唔同嘅文本，一段係嚟自出埃及記，一段係嚟自馬拉基書，引文嘅最後部分係嚟自先知以賽亞書。馬可就將佢哋合併埋一齊，表明呢3個預言都係預言喺彌賽亞到嚟之前，上帝首先會派出一位使者，而呢位使者嘅職責就係要為彌賽亞嘅到嚟預備道路。使者唔係彌賽亞，
但係佢係上帝派嚟宣告彌賽亞來臨嘅人。第二節經文話：看啊，我要差遣我嘅使者在你面前，預備道路。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預備主嘅道，修直他的路。馬可首先引用舊約聖經嘅兩段經文，呢啲經文唔係指即將到嚟嘅彌賽亞，而係指為彌賽亞預備道路嘅嗰一位。自從上帝喺伊甸園向亞當同夏娃應許話，女人嘅後裔會擊傷蛇後裔嘅頭，道路就已經預備好啦。耶穌向佢嘅門徒解釋話，事實上舊約所寫嘅大部分內容都係為佢預備道路而寫嘅。現在呢個時刻已經到來，上帝確實係派遣個天使嚟宣告耶穌嘅誕生，但係只係有伯利恆郊外嘅少數牧羊人睇到，大多數聽到耶穌降臨嘅人並唔係由天使嗰度聽到嘅，而係由一位名叫約翰嘅人嗰度聽到嘅。約翰可算係上帝所派遣嘅最後一位使者，佢嘅到來係為上帝嘅兒子耶穌基督嘅降臨作見證。上帝交俾佢嘅任務係成為一把聲音，要向其他人呼喊，為即將到來嘅君王開路。或者呢個就係點解施洗約翰係我哋嘅曠野嚮導，點解佢被稱為基督嘅開路先鋒，點解佢係曠野中呼喊嘅聲音。約翰知道佢喺度講乜嘢，佢所講嘅就係預備主嘅道路，修直佢嘅路。全知全能嘅上帝會選擇好似我哋咁樣唔完整同埋唔完美嘅人嚟到傳達佢嘅真理同埋愛。呢件真係好奇怪嘅事。好似我身為傳道，當我企喺講台或者用 Zoom 喺會眾面前嘅時候，我都明確知道傳達上帝話語嘅分量同埋重要性，同時亦都提醒我自己係有局限性同埋唔完美。我都會好奇咁樣疑問，上帝啊，點解你唔直接派遣一位天使嚟傳講真道？咁唔係仲好咩？不過呢個並非係上帝行事嘅方式。上帝會透過唔完美嘅人嚟傳達佢完美嘅真道。第六節經文話，約翰穿駱駝毛嘅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物。呢一段係約翰嘅簡要嘅描述。如果佢着住咁嘅衫出現喺溫哥華，喺我哋呢個時代仲食蟲同埋蜂蜜，我哋一定會覺得佢都幾怪嘅。就算係喺嗰個時代，佢都算係好奇特、好怪異，因為普通人係唔會咁着嘅。喺佢嘅開場白之後，馬可好快咁就將我哋帶到去舊約聖經。呢個係早期教會講道嘅重要組成部分。正如保羅要肯定耶穌嘅位格嘅時候，佢就不斷咁話基督係照住聖經生嘅嗰一位。佢係舊約裏邊廣泛描述為即將到來嘅彌賽亞嘅嗰一位。同樣，馬可即刻將耶穌嘅出現置於舊約所應許嘅彌賽亞嘅背景之下。佢話，正如先知以賽亞書上記着說。具體嚟講，約翰嘅外表裝扮係使人會諗起佢哋嘅已故民族英雄，舊約嘅偉大先知以利亞嘅標誌性服飾打扮。我哋會喺列王記下1章8節裏邊就知道，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帶。
而舊約預言以利亞會喺彌賽亞出現之前再一次降臨。因此，當施洗約翰出現喺以色列嘅舞台上邊，當佢喺沙漠裏邊出嚟，喺舊約預言沉寂咗300年之後開始傳道嘅時候，佢嘅出現真係引起咗好多人嘅關注，因為佢哋唔再期待會有先知，佢哋以為上帝唔再需要先知，但係而家突然之間喺曠野裏面出現咗一位先知。所以當猶太人從耶路撒冷差祭司同利未人去到約翰嗰度問佢話，你係咪就係嗰位將要嚟嘅以利亞？約翰話唔係，我唔係。當佢哋問耶穌約翰係邊個嘅時候，耶穌話佢係要嚟嘅以利亞。咁我哋點樣去解釋呢一點呢？約翰話我唔係以利亞，而耶穌話係啊，你係啊。如果我哋睇晒成個局面，呢個難題就會得到解釋。我哋得知約翰係帶住以利亞嘅精神同埋能力嚟到。耶穌話以利亞嘅事工喺施洗約翰嘅工作裏邊完成咗，並唔係以利亞本人翻咗嚟。所以約翰講嘅係實話，佢話唔係，我唔係以利亞。而耶穌話唔係，你有以利亞嘅精神同埋能力，你應驗咗舊約嘅預言。喺舊約裏邊，上帝同佢揀選嘅先知，傳統嘅聚會地點幾乎總會係喺曠野。摩西喺米甸曠野看見燃燒嘅荊棘。當耶和華喺曠野裏邊將一個被奴役嘅民族從埃及地領出嚟嘅時候，耶和華上帝就喺曠野呼召佢哋歸向自己。先知以利亞喺曠野裏邊接受烏鴉嘅供應同埋服侍。曠野呢個主題係貫穿咗成個舊約。馬可嘅新約福音書係一個奇怪嘅人物開始。呢個人物係嚟自沙漠，嚟自曠野。第4節經文話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嘅洗禮，使罪得赦。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約旦河裏受他的洗。施洗約翰嚟到呢個世界上短短30幾年，佢所做嘅一件事就係為耶穌開路。佢係奉差遣嘅人，佢係喺度修直主嘅路，佢為主預備咗一批百姓嚟到迎接彌賽亞嘅到臨。約翰所講嘅信息係一篇偉大嘅信息。點解話佢係偉大嘅信息呢？因為咁樣嘅信息今日喺我哋嘅環境裏邊真係好少聽到，幾乎係唔再聽到啦。我哋會聽到好多好聽嘅信息，我哋會聽到好多動聽嘅道，呢啲道都係順從自己耳朵嘅道。但係對於我哋嘅生命同埋心靈有冇感覺呢？有幾多個道會令到我哋感受到上帝嘅愛係咁美麗嘅呢？有一個人佢話，當佢講道覺得自己冇能力，工作冇果效嘅時候，係因為佢冇講罪啊。咩時候佢講到罪，嗰個時候佢就會睇到教會嘅復興，嗰個時候佢會睇到信徒嘅復興，睇到罪人悔改。因為我哋喺講台上邊真係好少講到罪，因為我哋怕得罪人。好多時候我哋係唔怕得罪上帝，而怕得罪人。其實得罪上帝比得罪人更可怕。感謝上帝，施洗約翰出嚟傳悔改嘅洗禮，
使罪得赦。呢個道真係好簡單，但係呢個道大有功效，並且有好大嘅吸引力。因為喺第5節話，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如果話聖經嘅文法上邊有所謂嘅誇大，咁啊真係幾誇大嘅。都出去到約翰那裏，唔知道耶路撒冷有幾多人呢？20萬、50萬或者100萬？咁多嘅人被一個道所吸引，都出去到約翰那裏，係因為之前猶太人被尼祿專橫統治之下，被逼迫困苦流離當中，喺困苦裏面，佢哋會時時思想到上帝嘅恩典，就係喺度等候彌賽亞來臨嘅時候，當施洗約翰出嚟宣講天國嘅福音，當佢嚟到做耶穌基督開路先鋒嘅時候，佢哋聽咗呢個喺曠野嘅呼聲，係先知以賽亞、先知馬拉基所預言嘅彌賽亞嚟到啦，所以吸引咗好多嘅人嚟到認罪悔改。喺馬太福音裏邊更加係記述咗好多法利賽人同埋撒都該人都嚟受洗，但係約翰就對佢哋話：毒蛇嘅孽種啊，誰指使你們逃避那將要來嘅憤怒呢？你們要結出果子來，和悔改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裏說：我們有亞伯拉罕為祖宗。我告訴你們，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斬落嚟，丟在火裏。法利賽人同撒都該人係毒蛇嘅孽種，約翰要求佢哋要結出果子來，同埋悔改嘅心相稱，並且警告佢哋，如果唔結好果子，就將佢哋斬落嚟，丟在火裏。施洗約翰嘅膽真係好大，同呢兩批人作對，等於係得罪咗統治者，得罪咗可以毀佢聲譽嘅人。事實上喺稍後嘅日子裏邊，施洗約翰就因為繼續堅持講真話，見義為之，堅持實踐上帝所交付俾佢嘅天國使命，直接斥責統治者希律係犯咗奪人妻子嘅罪，結果佢被收監，最後斬頭而死。施洗約翰嘅曠野傳道非常轟動，佢主導咗一場十分震撼嘅大復興，就係全城悔改嘅果效，足以叫所有牧者都羨慕佢。有時我哋會獲得少少成功，都會沾沾自喜。如果教會有大幅度嘅人數增長，可能都會令到人驕傲，甚至會叫人目空一切。而渴求權力同埋慾望嘅人，更加會把握時機，千方百計咁樣將人引領到自己嘅名下，圈立自己嘅王國。呢個真係作為牧者、作為教會領袖嘅一個試探同埋誘惑。第7節經文話：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是不配。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施洗約翰恰如其分，去演繹好作為彌賽亞先鋒嘅角色。佢所傳嘅道只係為主預備道路，而修直佢嘅路。成功與否唔係佢所關注。喺最成功嘅時候，喺萬人景仰嘅時候，佢竟然話自己為主解鞋帶也不配。
呢句話唔係謙讓嘅說辭，而係對主有一個深切嘅認識。施洗約翰更加宣示基督係要用聖靈同火為人施洗。佢對上帝嘅能力、聖潔同埋威嚴係心存敬畏，故此佢唔敢喧賓奪主。佢話：他必興旺，我必衰微。以賽亞書裏邊亦都話：報好信息給錫安的，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你要極力揚聲。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嘅城邑說：看啊，你們的上帝！當年施洗約翰喺曠野嘅呼聲，就引領咗好多人認罪悔改。佢係成功咁樣喺曠野預備耶和華嘅路，佢係成功咁樣喺沙漠地修平咗我哋上帝嘅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嘅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傳揚天國福音，成功嘅吸引咗好多人認罪歸主，係所有傳道者夢寐以求嘅，真係成功難求。但係成功之後，仍然能夠持守本分，謙遜隱退，堅定不移咁樣高舉基督。我哋呢一位施洗約翰係一個最佳嘅典範。